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讲，若国防特别条例无通过，对台湾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望立法院新会期会当来做上届优先的法案。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上领助理会定案，防所在约谈，说因为身体无爽快送急诊，已经出院，北检会再约谈。台北市政府中昼完成甲回答伫树林科技园区的甲签约，地上权利金122亿，按算6月开工。来看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查领助理费，佮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佮有涉查领协会补助款定案。北检暂时发动大规模的搜查，搜查30个地点，约谈17个人到案。检方伫核实了后，伊的前办公室姓张的主任是姓阿禁见，其他有3个管议员，但正中、岳秋女、佮甘志良，佮有其他的助理佮主任经人，有的是请回，有的是10万块到50万块交保。高金素梅嘛，因为身体无爽快，互检方伫限制出境出海了后，有去病院挂急诊，嘛即马已经出院了。北检会等伊恢复，搁再审问。表情看了真忝，法检甲到话咧，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打红移送北检复讯，都因为身体无爽快，暂停精神。是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紧急就医了后，伫病院点几个点钟，病院的警卫讲早起已经出院。北检虽然无完成审问，不过已经甲高金素梅限制出境出海，后续会以身体恢复的情形，另外找日子审问。北检这波的行动调查高金素梅3大案件，红指控以人头诈领助理费，非法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冠快筛试剂，透过台湾原住民都族群文化交流协会，拿抢加补经费、诈领补助费，涉及所在30个所在，原底按算要约谈18个人，不过有1个人互带回去进前，身体就有各样，实际到案，敢若高金素梅等17个人。经过检方透明复讯，敢若有高金素梅的前办公室姓张的主任洪姓阿禁见，其他亲像是现任的办公室主任、甲进前的助理，还有歌手马斯卡因看手等人，分别是10万块至50万交保。并党甲花党3个议员，陈正忠、岳秋丽甲甘志良是请回。好像为了之前疫苗的事也被约谈。根据宪法的征收条文规定，除非立委是现行犯，若无伫咧会期当中无经过立法院的许可，袂当逮捕或者是拘禁。若是后续未临收押，法院伫咧裁定羁押进前，嘛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这一届会期已经有几个立委去用调查起诉，包括民进党的林宜健涉嫌诈领1400多万的助理费，同款民进党的林大华嘛加入去诈领助理费的官司。咱国民党的陈天才是互指控收乌西钱，协助业者甲行政单位施压，这案件拢当咧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1.25条国防特别条例，搁条伫立法应用。赖清德总统早起是开记者会，强调讲，那预算拢无通过，台湾可能会互排除伫优先的名单。关键的武器装备卖延前交会。另外，针对在野党推动的军人坐头式的加薪，总统是认为除了有危险的疑虑，嘛欠缺专业的考量。去年11月，就送到立法院的行政院版8年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在野党真侪届到党也未付费审查。总统赖清德11日开记者会，除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还有3军的司令也一罕见做伙出席，佮再向国会发声，预算一定唔通过，向件互台湾拔出去美方的优先名单，佮延迟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继续扩大，印太区8个国家今年拢增加国防预算，包含日本1.8条、韩国1.4条，菲律宾也咧增加，台湾也袂当急放放。不过针对这个，这支市政府尚唔依法编列军人加薪水预算，唔照顾军人，赖总统严正声明是错误的连结。齐头式的大幅调升单一的勤务加级的数额，没有办法合理的反映国军各项勤务专业特性，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诱因，
吸引官兵至勤务繁重的单位。除了其台国会伫过年了后开议，关键甲今年度的总预算案，还有行政院办的各项特别条例实质审议。过年了后，总统赖清德也邀请5院院长做伙开讲啉茶。时到敢会当面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赖总统表示袂特别去强调什么款的任务，不过希望朝野甲误解化作理解，甲分歧化作团结。我想见面3分前，过年期间，大家彼此存好心，说好话，为国家多做一些好事情。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亲身开记者会，呼吁在野党先进行各项特别条例的审查。未来国防部、各行政院会一档一档编预算送立法院审议。也毋过国民党是要求总统赶紧去立法院报告。民众党团嘛开记者会表示讲，民众党的版本伫顶会期已经复位了，伫开议了后，因会同意行政院的版本复位，甲民众党的版本来并案审查。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威胁台海安全，美国已经弹头甲拖式飞弹、标称反甲飞弹、M109A7 自走炮等等3大军售案，袂互咱台湾。不过在野党甲各方特别条例动力无法度送审，军售案面临破局的风险。总统赖清德亲身出马，讲到预算无通过，可能互台湾跋落去优先的名单。互在野党批评赖总统无伫听立法代表的民意，佮无愿意去立法院报告。在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罗列了所有军购项目，所以是谁在赶国防预算，国防部能够来赶快准备报告。仍强调，美国嘅军售交会延前，嘛批评政府无编列军人加薪预算，互兵力不足、训练无到位，这压力最后拢会转转去人民的身上。陈清良强调，无党各项预算，党团有家己提出特别条例草案，爱立赢，立法院开机就来审。向国际社会来传达台湾的执政党、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袖在乎台湾的安全防护。也若去年底，中共为大军演，互国际谴责。英国金融时报也出，中国歼16甲咱 F16V 起魔空，包括抗日演弹、军队伫 F16V 后壁，还佫有美伫轰6颗轰炸机下骹闪雷弹追踪。也若歼16，互咱台湾掌握了后，佫特别点击北的飞弹，态度是有够恶质。咬住敌方的这个机尾。那就是准备开火的用意了，紧贴大型军机的下方，这样企图在雷达上只看到一个光点，那接着就会进行这所谓的战术突袭，所幸都被国军给破解了。学者分析，新上任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负责对台湾作战，利用军演采取激进战术，向习近平点中心。不过，为着防范强军犯台，美国众议院伫咧初九阿德城通过保护台湾法案，要求若是美国判定中国行动威胁台湾安全，美国就会用国际金融手段来抵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伫2023年甲洪都拉斯断交，也毋过新任的总统阿斯夫拉正式是表示讲，要甲台湾开放外交。最近，因的副总统梅西亚是表示讲，会来开放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毋过会先来了解今任的总统甲中国签的协议。咱国外交部是强调讲，会以平等互惠原则，继续来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学者是指出讲，美国的态度是真重要，有机会带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甲咱台湾的互动。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1月底正式就职，因为竞选时要发出要甲台湾开放外交关系受到注意。今麦韩国新任副总统梅西亚表态开放台韩外交关系，也是一步一步推动的过程。技术团队当咧审视顶一任政府甲中国签署的16项协议，希望协助总统阿斯夫拉做出最后决定。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态度，在总和外交及荣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学者严金星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敢是会照着关税、非法移民等议题来施压韩国，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甲台湾建立开放外交关系也是关键。除了韩国，也会当观察同款已经甲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未来动向。其实，未少国家经到中国压力，有望继续拓展甲台湾的关系。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表示总统回溯前，去年5日空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展现双方邦谊，而且几摆伫国际上展现友台立场。也毋过，即马美国国务院点名北朝参议长包豪康收乌西钱，替中国政府企业甲犯罪集团宣传，对美国伫北朝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就包豪康直接制裁名单，袂当入境美国。商人在这些国家合法经营，然后呢，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北京会要求说，我们需要跟你讨论这些，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建交，我觉得是有可能。下届认为，享有北流马绍尔群岛等台湾友邦，位伫第二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成做最近几年美中竞争友外焦点。爱说离中国先透过民间弹出善意，佮慢慢冲击友邦甲台湾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引起真侪争议的电影《世纪血案》。戏中的演员曾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因会阻止电影以任何形式制作甲放送。监察委员陈秋景是46当前头一个入去林家血案现场的人，伊嘛接受华视访问，佮一概讲出伊迄当时亲目睭看到的状况。伊嘛呼吁大众唔通佮再伤害当事人甲家属。电影《世纪血案》改编引起真侪争议，互林家血案这个台湾民主史上重大的政治暴力事件，搁再受到社会关注。电影改编无经过林家和相关人士授权，这位演员拢发表声明，讲受制作单位隐瞒参与摄影，因要求阻止电影的制作甲放送等等。崔在暗电秋今嘛接受华视的访问，伊是46年前头一位入去林家血案现场的当事人，也是当年林义雄省议会的秘书。伊讲出亲目睭看到的状况，嘛指出毋捌收到电影制作公司的联络。尊重你的创作自由，问题是你要去讲一个我亲眼看过的这么痛苦、沉重、悲伤的真实事件，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我们到底看到什么？那个痛是不会过去，我都尚且如此。林先生跟林太太，他们是如何过日子？陈秋景认为，台湾欠缺人权教育，真侪人的记忆和了解历史拢无共款。伊出来讲过去，嘛是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嘛呼吁大众莫对当事人甲家属造成二度伤害。掌握权势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跟后代，今天一样享受这个民主跟自然。当时被迫害追杀的人，没有人求感谢，只求说你不要再回头二度伤害，甚至于因为不了解而嘲笑、看清这些人。陈秋景认为，伊甲代志讲出来，毋是为着正做冤仇，有人无认同嘛无要紧，毋过希望上无通了解当时发生啥物代志，透过无共角度了解为虾米社会对历史甲政治事件会有无共看法。按根据中央社报道是指出，制作人郭无成证实电影《世纪血案》会无限期延期。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再来看台股今仔宏观收盘是起532点，指数起到33605点，台积电1915块收盘，拢创新高。韩国新山台积电是继续起，早起上悬是起到1925块，收盘是1915块。台积电嘛带动包括联电、南亚科、还有智邦，拢起1%左右。中信金茂等金控股表现嘛真好，今年指数是起上万点平均一个股民赚245万。再来看台积电公布1月份的营收，头一届突破4000亿的台票，嘛增加超过3成啦。也毋过，英国的《金融时报》是指出讲，美国政府拍算包括亚马逊、Google 甲微软这些美国企业，未来要买晶片，台积电就爱甲因免关税的额度分配予这些美国客户。互美国企业进口晶片的时，会当免除，还是讲减少关税？因为 AI 市场需求大，台积电今年1月份合并营收是历史上上好的表现，股市一个月合并营收就有到4012亿5500万，月增19.8%，年增36.8%。若过一个月营收头一届超过4000亿，七十收盘的市值有到48兆7500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当咧规划要互大规模的分段业者晶片免关税配额，而且配额搁甲台积电承诺投资相牵连，互台积电销去美国的晶片会当互美国的企业使用。美国政府就算管制所有美国厂生产的晶片优先供应给美国客户，事实上还远远不足以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美国商务部即使做出这样的规定，对台积电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分配晶片免关税配额是根据台美贸易协议的概要，互台湾销去美国的半导体有配额零关税的待遇，配额规模是投资产能的2.5倍，希望会当互台积电会当有更较侪产能转移去美国，互免关税配额分配互美国的企业。未来亲像是亚马逊、Google、微软等等美国大规模分团的业者，有机会拢会当用到台积电免税的晶片。他们的云端服务业者因为获得了免税的 quota， 因此可以加快他们在美国设置资料中心、运算中心的一个速度。他们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尤其在先进制程方面的掌握的话，则也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可以逼迫台积电加速到美国去部件产能的这样一个状况。专家认为讲，未来台积电摕到美国的订单比例会持续增加，台积电嘛会加速伫咧先进制程的布局。不过有美国政府官员讲，这个计划也有可能会调整。目前川普还未签署，不过会密切来监督方案公布了后的进展，确保将其尾袂变做对台积电利益的输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台北市政府伫中昼已经甲回答，将对台北树林科技园区 T17、T18基地完成签约。市长蒋万安嘛开记者会表示讲，回答上紧6、7月份会开工，按算的投入超过400亿，施工的阶段会有超过1万的工作机会。台北市未来会是发展 AI 科技上强的心脏。蒋万安是表示讲，因为咱台湾甲美国有时差，时间是甲回答配合来进行签约。地上的权利金是122亿，地上权设定50档，会当延长20档哦。按算6、7月份就会开工，市政府会全力来提供协助。再来看台南麻豆的电缆线，最近定跌插头，专门偷加停办的大学校园的电线。伫麻豆的首府大学伫停办了后，部分的空间是正做台南市的第3行政中心，因为这已经互偷摕要10摆了，所以警方接到通报伫现场侦查啦，当场找到嘛掠去嫌犯移送法办。暗蒙蒙的大楼地下室，警察手提红星装备，等待时间，玫瑰迄个插头掠起来，警方早就已经抓嫌犯，一路约这2个专门偷电缆的嫌犯。台南市麻豆区少年线发生电缆横偷的案件，地点涵盖大寮的校园，还有公部门设施，唔但造成设施损害，嘛影响周边供电甲公共安全。附近民众感觉有较含糊。是政府来遮，伊哪有可能知啦？啊对啊。哎呀，伊佮讲咧偷摕，伊管我拢想无因咧，他都没有电电钱啊。查获红信、黄信2名窃嫌，现场查扣电缆线1批及作案工具等，其案依涉嫌窃盗罪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麻豆这间原首府大学退场了后的校园部分空间，正做台南第3行政中心使用。不过因为行政单位也无专门证据，敢若社会教育顶局处证据，因遮的水电人员以为车到咧巡的时，发现查甫宿舍用电使用的紧急电盘供应无正常，这阵电缆横偷的代志才避开，而且嫌犯已经来偷9摆呀。我们昨天才刚通报，就2月10号那个窃子一大早大概7、8点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他又再次闯入，对，我们马上就是8点左右就随即通报警方，我们在内外都各个出口都已经布好那个阵线，对，然后当下就是准备好之后就进去攻坚了。这回警方透过大数据分析，先锁定一台科技车，在研判嫌犯的出来时阵，调集10几个警察伫遮等，落尾顺利抓到人，主嫌马洪杀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的蛤蟆新铁道文化园区，常常拢有民众伫遮放风吹哦。文化局是有各时来提醒民众讲，放风吹时就唔通挖路边伤过近哦。也毋过顶礼拜，有民众骑车经过，去互风吹线挂着伤。这个园区敢通个放风吹，嘛引起真侪讨论。
高雄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变热假日时，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行大放风吹。不过即马传出车牌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的时，规个人去过飞过路的风吹线漫过对面车道，加载无车经过，不止个下海颔棍大富翁拢挂着伤。有接来园区耍的民众讲，虽然园区所在看有适合放风吹，不过也是爱管制。我觉得限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以外的话，就做可能罚钱吧，还是什么？我看他有告示说不要靠近这边放，但是如果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会比较好一点。民众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因为2020年慢慢发生风吹线甲人挂着颔棍的代志，路北文化局就采故事，提醒民众放风吹袂使伤晚路边。不过假日时啊，人一坐，满天的风吹黑白飞，园区边的树仔顶凊彩吹，都风吹掉伫咧遐。尤其附近阁有轻铁经过，若是风吹落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悬，嘛会造成危险。对此国际公司表示，若是影响到轻铁，就会依法罚款。民众如果放风筝坠落或其他物品用具进入轨道影响轻轨运行，依照大众捷运法，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是罚锾。为加强用路人安全，本局在铁道园区周边均已设置警告牌。未来将加强保全人员的重点巡逻，劝导民众勿靠近周边道路放风筝，以避免风筝线伤人事件发生。文化局强调，已经有采购时提醒，未来也会派人加强巡视，避免风吹挂上民众的意外再再发生。记者郭家如、邱超阳高雄场报道。今年过年放假日，有真侪人拜五就开始放假咯。今年高铁伫春节期间推出以绿灯、黄灯、甲红灯来显示一个自由座等待的时间哦。高铁是表示讲，过年最后的上班日落南，有休困落尾的一日上班人的上多，所以嘛，呼吁乘客就爱提早来规划行程。过年费用爱赶紧，伫高铁的月台，定定当看到自由座的人客排甲落长。我人到底有偌多，爱排偌久？今年唔免搁紧张学白药。春节连假疏运期间，高铁推出了自由座等候的灯号预估功能，以20分钟为一级，共分为了5级，还有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的灯号提醒。高铁过年的营运总共11天加395班次，拢总有2162班次载客服务，到拜三早起8点。对互租定位的人有121万外人，自由座的部分，旅客会当用过高铁官方 App， 还是 LINE Today 生活频道，事先掌握各站排队的状况。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人流的状况，对。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所以直接看会比较方便一点。我都是常常会到站的时候才赶快要冲进去买票。高铁讲，这套系统是运用将近20年的大数据，结合 AI 预测的模型，提供各站自由座有效的等候时间，可会看即时的状况，随时调整灯号的设置，会当让旅客快速判断人多也少。一个绿灯的话，那表示说自由座候车的时间呢会在20分钟以内；那2个黄灯的话，时间会落在20到40分钟；那以此类推，5个红灯的话，那自由座等候时间会在80分钟以上。照高铁有讲。人上侪时段是伫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落南的车次，甲休假日上北的车次，初2到初4嘛拢有双向旅游的人阵。高铁呼吁旅客爱利用灯号的资讯，闪开人多的时段，互回乡甲旅游的行程更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因为大部分的工厂拢停工，所以用电量会较少。有环保团体今仔就呼吁讲，过年的时中火应该爱全面来停止烧土炭，减少对于返乡过年大人囡仔的伤害。也毋过，台电是强调讲，台中的用电连续6档拢是全国上侪。台中电厂的发电量，伫2019年开始就已经无够用咯。目前空气污染佮土炭的使用量拢已经减少真侪咯。嘛，按算讲2034年底进前，就袂再使用土炭来发电。雾蒙蒙一片，台中火力发电厂长期互人讲是中部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秋冬季、扇东北季风，空气品质常常拢是干巴式的灯号。由中部的医生、当地人组成的民间团体拜三出面开记者会，呼吁台电尚无伫春节期间，互中火会当暂停烧土炭。台北地区很多都会回中南部过年嘛，你就一直烧，一直让他们，回去也不能好好的过一个年，那让空气灰蒙蒙的。那小时候看的这
这个青山绿水，现在常常看不到了。我们是不是有个春节栏？款团也指出，当初前总统蔡英文有承诺在2025年达成台湾小土炭比例降到27%的目标，不过到今也是有35.8%的比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1/4的生活更一百第4的案例，源头是空气污染。也有医生表示，空气污染也会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它本身是小颗粒，是对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呼吸道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么小的微粒，它吸进去，就会反应造成我们的呼吸道的过敏气喘。款团和中部民众表示，因坐解到行政院头前诉求，不过拢无得到回应。这届希望政府会当在过年期间完成因的春节愿望。也若台电敢会配合春节天气，台电无正面回应，敢若讲目前空污和小土炭的量拢有减少，预估在2034年底进前会当达成无小土炭发电的目标。记者陈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劳动部试办伫台湾就业通的网站，让企业主动伫福利制度来增加春休的工时，比劳基法较好的休困条件才会拿位。那企业的福利愈多，佮愈好，找人的资讯就当排伫愈头前。吹头路还是换头路，你想要意啥？民间的人力银行2020年调查指出，薪水福利甲工作的保障有关是上关键。可能会注一些公司的福利吧。对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因为像女性的话，我就是可能会在乎说，比如说她们产假，或者是对女性的福利怎么样。来看民间稳人的网站，公司有写相关的福利介绍，譬如讲年尾奖金、生日礼金，不过都无讲说明。若想要知影，敢有提供有春休的工作时间，也是相关的假，可能要去面试才会知影。劳动部即马开始到2月底，伫台湾就业通的网站试办企业主动伫福利制度迄抓公开优先员工的照顾措施。优于法令弹性上下班，或者是远距工作。甚至是有优于法令的减少工作时间的这个情况把它列出来。通春休的工作时间比法令较好、较侪休假，比法令较优先的有新的措施，甲有闲留停的制度，家教措施设施，也有优先家庭的促进活动，计用5个分类，相关会当摕到5个爱心，爱心的数量愈侪，求职资讯会排愈头前。在这段时间，赶快上去做编修。那编修以后，他就获得薪等。那我们在3月1号的时候来看，那可能里面的资料就会比较丰富。劳动部指出，台湾就业通目前有9万外间事业单位，期待企业主主动参与，通吸引更较侪优秀的人才。但是，若调工写不实资讯横插着，会按照稳人的广告不实，罚6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台北市的老大人口比例是人口比例上侪县市。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甲台北市社会局合作成立社区长照机构，强调专业的医疗甲科技的运用，要提供老大人学习学员的空间，嘛互照顾者有休喘的机会。照护员陪老大人伫社区长照机构活动筋骨，这个所在是创龄社区长照机构，因应超高龄社会，北医和台北市社会局合作所成立的，就伫社会主题内面。北医董事长表示，虽然空间无大，但是有结合医疗、护健、互医疗照护延伸到社区，提供多元照顾的服务。在里面的所有的人呢？他的生活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我相信这个东西才是我们今天整个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呢，不仅仅是成为我们所有的长者的第2个家，更重要是社会里面非常稳定的一个中间的力量。政府的长照3.0今年启动，也将照顾服务转型做预防失灵，亲像这个伫台北市信义区的长照机构。就甲灶骹变做老大人上好的福建教室，透过买菜煮食的过程，训练老大人赶有重量的物件、社交甲手的动作。互福建毋是医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小规模多机能的临时照顾服务，在我们的北医重有4张我们的夜宿床，能够提供我们的家庭照顾者更弹性的喘息的服务。以及空间，长照3.0也强调了我们的医疗跟照顾的整合。长照机构导入了非常多的智慧科技的赋能设施设备。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社区型的长照服务提供日式的照顾和陪伴，但是这会结合医疗专业甲科技运用，互老大人会当恢复生活能力，也会当伫社区自由生活。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全球规模上大的安全年会——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13开始。主办单位伫初九发布一份安全报告，警告讲，世界已经进入破坏球政治的时代。伫二战了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被毁灭了。美国总统川普就是发动者。这个报告嘛指出讲，中国威胁印太区域稳定，外界嘛对美国的对中政策有质疑。伫咧国际规模上大的安全年会——慕尼黑安全会议13到15，要伫德国慕尼黑起果。慕尼黑会议初九宣布，今年的会议对和平甲解决冲突有特殊贡献的奖项，会颁发予乌克兰的人民。Persönlichkeit verleihen, sondern an das tapfere ukrainische Volk. Wir wollen mit dieser Auszeichnung genau das Augenmerk der internationalen Öffentlichkeit darauf richten, dass Russland zurzeit zwar so tut, als sei es verhandlungsbereit, gleichzeitig aber die ukrainische Zivilbevölkerung mit Terror überzieht. 今年预计有超过450位高级决策者，还佫有领袖参加，其中包括约50个国家元首，还佫有政府高层。美国今年是国务卿卢比欧带领，中国是外交部长王毅带领。俄战争到今已经伫要4冬进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佫亲身出席今年的会议，要争取佫较侪支持。Це Мюнхенська безпекова конференція. Україна братиме участь в її робот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сигнали України були почуті Європою, були почуті Америкою, всіма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主办单位伫咧初九马上发布今年慕尼黑安全报告，而且以铁途中做主题，强调为二战了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当咧毁灭，世界已经进入破坏球政治。现任美国总统 Trump 就是主要的破坏者，秘书是铁途建筑工程当中上大粒的迄粒破坏球。Trump 第二任期包括对长期盟友扣关税，对乌克兰抵抗罗西亚提供无稳定的支持，甲散策国家的援助减台。还有今年初，美军伫咧委内瑞拉行动，还有 Trump 坚持要摕丹麦自主领土革命难的事件。报告阁警告，这种铁都式的政策可能会造成一个更较无安全、未繁华的世界。另外，报告嘛指出，过去这一冬以来，中国威胁印太区域稳定愈来愈严重。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对中国是半干中的态度，嘛互盟友的信心出现危机。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来看乌克兰的赛车选手赫拉斯科维奇，伊按算伫当季奥运比赛的时候，对印度俄战争受害者安全无法上场，也毋过这违反国际奥会的规定。这个选手是真不满，国际奥会嘛表示讲，虽然安全无法袂当，也毋过要特别予伊伫比赛的时，会当伫手骨来挂黑色的布。乌克兰赛车选手赫拉斯科维奇对国际奥会规定是哪来哪上去，也甲批评的声音放大。伊表示要伫12比赛时，伫这顶因有俄乌战争受害者头上的头盔上场。国际奥会表示，这个行为违反禁止利用赛场政治表态的规定。I believe they deserve to be here today with me, and also they deserve to be with me in a competition day. So you will try to wear the helmet again, correct? Yeah. If I see betrays this athlete, I will not betray them. 赫拉斯科维奇这头盔顶的这个人物，拢是伫2022俄乌战争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正前乌克兰赛车选手舒马哈嘛伫手笼顶钉出纪念毋是违规的字，并以第20名完赛。亲像咧挑战国际奥会相关禁令，赫拉斯科维奇的头盔事件消息传开了后，国际奥会维持禁令，毋过破例，互伊伫比赛期间派黑色的手杖。What did you make of the suggestion you should wear a black armb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AFC don't have so much black bands
to honor all the athletes who was fallen in this war. 乌克兰代表队已经就头盔禁令提出申诉，希腊苏克维奇的举动得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泽伦斯基阁批评国际奥会反背这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虽然规定是伫比赛当中禁止任何政治性的动作，不过选手会当伫记者会也是社群媒体顶头发表个人的见解。国际奥会表示会当理解希腊苏克维奇的愿望，而且伊嘛已经伫练习的时，阁有社群媒体顶头安尼做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有企业家连续几日当拢会捐钱予屏东县的邦山乡，互因发红包予乡亲。今年嘛已经第4摆咯。邦山乡公所伫11开始，嘛伫庙口帮这个大头家来发红包。来，伊的是3个哈，啊，你搁点一个。民众一透早正行到嘉禾福德宫欢喜领红包，因为有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伫邦山嘉禾社区出事，为着回馈家己的故乡，对疫情时期就开始逐年过年前分红包，今年是第4摆。啊，那你这一包是多少钱？我3000哦，啊，嘉禾是一个3000，其他的是每人1000，只有嘉禾，因为他是嘉禾出生的。我嘛是姓陈，哦，你这拢我的祖先的地啦吼，真。董事长陈朝旺是科技公司头家，因为伫疫情时间生意袂歹，想要帮助在地乡亲，互大家会当过一个好年，就委托邦山乡公所加入社区居民领1000块，嘉禾社区居民3000块，今年总共发690万互乡亲。啊，伫遮读册培养大汉，所以讲事业有成啦，爱回馈乡里。头一年是我伫阮嘉禾社区。每1户2万，第2年我邦山乡嘉禾社区3000，其他的社区是一个人1000。卖这人表示足欢喜有遮尔好的头家愿意做善事，造福在地居民，实在是邦山之光。接续明仔载会伫邦山乡公所分13伫凤港老人中心，地方乡亲人拢有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苗栗东路公布最近防乌白蛋粪扫，灌溉资源东河圳嘛出现上千只的死鱼仔，地方是真烦恼。另外，伫台中丰原的两边仔溪涨水拢是蓝色的，环保局嘛会调查这污染水的来源。公墓边仔草坡内，环境废弃物甲生活粪扫一满满。苗栗东路乡第1公墓1月底互偷并，通报乡公所清洁队才拄清了，这个月初早搁互定废弃物。当地乡代发现随通报环保局。很无奈，因为1月21号我们才发现有2堆废弃物，那时候环保局是判定是属于家庭自业废弃物，所以移交给公所清理队处理。那清理队才处理完不到2周，结果昨天我们经过之后发现又被倒了那个营建废弃物。另外，东路乡灌溉水源东河圳下游，初步出现上千尾的鱼尸，乡代烦恼的污染，环境危险哪来哪严重？苗栗县政府表示，东河圳顶游并无工厂，采集水样 pH 7.1落伫中性范围，游泳量偏低。但金属采样化验当中，要确认敢是有污染性的废水排入，若公墓防弹废弃物，后续会请警方调阅边仔敢是去将行为人依废清法移送法办。环保局会同警方完成现场稽查，后续将请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后，移送地检署依废弃物清理法就办。台中也传出水污染事件，丰原区丰里桥脚的两边仔溪，早有民代通报溪水变蓝色，质疑有人偷排废水。台中市府派员到场溪查，发现是附近一间清洁剂工厂所做。员工在清洁的时候整理都不慎，将蓝色的水性液体流出来。这个行为涉及水污染防治法30条，会处3万到300万罚款。环保局表示，工厂业者领有毒瘤许可，最近准备要刷场。员工伫咧洗桶仔时，无细力将垃圾水性适料的废水排出，初步发现溪水水质甲重金属拢无问题。后续以水污法第30条开罚3万到3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个例，最近半暝有一寡介过奥多摆伫台九线的驾车，是参加附近的民众无法度困，嘛上网络普文来怨叹哦。警方近排嘛已经找到这驾车的驾驶来处罚。花莲南区的玉里平常时是店前的装卡所在，不过最近半暝12点到1点，会出现几辆架改装过的机车，伫台九线骑来骑去，噪音严重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其实这几年都不太发生了，就是偶尔而已。那天是比较多台车了，
就是很大声，也是被抄袭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这件案件了后，随甲发文的人联络，也调路口的监视器，掌握涉嫌改装机车的驾驶，真济是19岁到24岁在地青年。到案了后，拢承认有改装延宕讲，不过强调因只是出来唠唠的，并无驾车。后续发现所骑乘的机车有无号牌行驶及改装排气管等情形，所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1项第1款举发。并通报环保及监理单位办理检验。由理的店长是表示，最近确实发现有一寡过年回来的青年，因会骑也是说有驾过延宕讲的汽车、机车，半暝出来佚佗。公所已经请警方加强巡逻，违规改装的部分也要求环保局甲监理站等等单位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师范大学的正德路有真侪学生来去去，也毋过因为遮无位人行道实在是真危险哦。市公所是规划讲要来设标线型的人行道，也毋过短短50公尺的工程煞流标6改咯。最近总算是发包要开始施工咯。学校头前会当看到土土机路边嘛用三角笋围起来。中华市公所规划伫中华师范大学正德路设置标线型人行道，毋过工程公开招标，头尾煞流标6改，即阵总算顺利发包。学生拢真期待人行道完成了后，会当有较安全的用路环境。上下学都蛮危险的，然后希望人行道好了之后会好很多。有时候那边停货车，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可能走到车道上，或者甚至快到双黄线那边。之前有那个地理系有帮忙做一个人行道的试验，那时候觉得就还蛮通畅的。中师大正德路过去因为无规划人行道，便若食饭时间上下课时，车阵甲人阵相拍甲真危险。2023年12月，中师大学生捌骑出来争取路权，中华市公所随后规划人行道改善工程，毋过短短50公尺的路段煞6改流标。公所表示，可能是因为工程二巡较薄的缘故，加上施工地点离点头真近，影响投标意愿。后来调整工法，减少施工的时间，加强和附近点头的沟通，总算伫去年底成功招标，目前等咧施工。我们发包6次吧，才有厂商投标。目前施工进度的话，我们有针对店家那一侧，就是侧沟上面的部分，然后占有物部分有清除，然后有一些障碍物的部分也打除。中华市公所表示，正德路的标线型人行道拍算伫4月完工，另外学校附近的实践路嘛有规划240公尺的优先人行道，目前计划已经送予中央审查，也会继续和地方居民甲点头沟通，一步一步改善校园周边的用路安全。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台东县2000多公顷的往来石坑开始在大出咯，也毋过因为出口中国的爱扣29%的关税，所以今年外销的绩效是真歹。农粮署今仔启动往来石坑的加工，望讲会当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往来石坑伫即礼拜正式开始大出，今年有果产量有12000多吨，不过外销中国受到当地量产甲进口关税提悬的影响，历史台东上大产区的太麻里地区，按算有60成左右会销袂去。考到6、7成啊！啊，你是说一般的行销的话，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可以寄到外县市去的。为了解决石坑农外销的困境，农粮署赶伫过年进前来到台东宣布实施往来石坑加工收购，协助业者干行清冻的往来石坑加工做果子酒、冷冻果、甲饼干、面等多元的食品。业者嘛上准往来石坑酒，要甲行销去日本甲英国等地区，和往来石坑换一种面貌做外销。因为它的酒度的甜度、酸度都有，想要把它走到英国去、加拿大，然后还有香港、日本，然后新加坡。透过这样子的冷冻食品，那我们可以打破这样子的检疫的障碍，那来做一个比较远距的这样子的外销。农粮署嘛希望企业会当支持往来石坑加工食品，摕来做年节送礼，嘛当咧和东南亚国家协商往来石坑外销的通路，协助往来石坑农拍开多元的行销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嘉义市台中市婚姻馆饭店的订房率拢要活6成。婚姻馆伫初1、初3这2天订房率甚至有7、8成。县政府嘛表示讲，欢迎民众到婚礼来行村拜拜。都客满了耶。
饭店业者无用咧接电话，拢是咧问过年期间饭店敢还阁有空房。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过年期间各县市订房率全国平均订房率43%，前3名是嘉义市、台中市、云林县，拢将近6成。陆陆续续呢，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预定。那我们在11月1号利用半天的时间呢，就是40间全部都客满，除夕到初3都客满了这样子。那还是有人打电话来预定。一港暝加起早，将近要20几万人来，希望大家来拜妈祖，祈福点灯。云林县府表示，新春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到庙林祈福拜拜，而且全国有名的妈祖庙，包括北港朝天宫、西螺福兴宫等庙宇，拢会吸引不少观光人潮。加上县府积极推动乡客转游客，成功打造周边观光农大，和乡客会当留落来大，提高大房率。除夕的当天呢，云林的住房率就64%，那初一呢也来到了76%，那初二呢也有75%，那甚至到初3这个迎财神呢。这个住房率高达84%，所以平均下来这几天这个整个在云林的住房率就高达79%。云林县府表示，云林对2023年开始连续4档春节假期订房率拢伫全国排头名。除了新春祈福吸引观光人潮，嘛积极发展周边景点，包括好尾建国馆村、口湖医鹅地方池，也是草岭石壁樱花季等，拢会当提升乡客留宿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柑仔兰桥改建工程，行政院长通过设计审查，按算今年6月要来办理发包要拼2029年完工通车。也毋过这工程恐惊破坏南洋溪口重要的湿地、水沼保护区的范围，所以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海影的生态地会受到影响。伊嘛提出建议，公路局嘛答应讲会继续甲环团来沟通，来调整施工的方式，减少影响。宜兰县柑仔兰桥桥龄超过40多年，底部甲河床真瓦劲，大概风台大水河就爱封桥，地方争取桥梁改建已经真侪年啊。反正中央爱赶紧处理，因为桥骹沙已经淤积到桥墩的1/3啦。经过公路局评估，认定防洪悬度无够，桥梁再重、耐洪、耐地动的能力拢无符合规定，决定要开27亿改建。行政院到现场勘查，通过工程基本设计，要拼6月进行发包，2019年完工通车。第一个就是防洪高度不足，这个耐震能力其实也不够，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要去改建，有安全的疑虑，我们还是要去改建。不过，这个工程牵涉到南洋溪口重要的淡地、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的范围，环团关注工程会对小燕鸥生态带来冲击，提出不少建议，包含施工期间应该伫小燕鸥探景期开始进行先勘查，甲选择工程土方囥的所在等等，会当邀请水利署、县府、宜兰鸟会以及台团队等等，建议适合的对策。县府嘛提醒公路局应该注意生态冲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提醒一下我们公路局，稍微注意一下，跟当地的居民还有我们一些环保团体，可能要再做一些沟通。我们的建议大概是说，第一个加强那个监测，到底鸟有什么影响？例如说，今年鸟来的话，该怎么来做避免过度干扰？公路局表示，工程已经办理当地审议，嘛通过环评，会继续和环保团体沟通，配合随时调整工程方式，降低工程对当地生态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因为走吧去看医生的病人有超过14万人次，类流感的嘛有超过11万人次。今年过年休日，健保署嘛开16亿，要来鼓励因过年期间病院个诊所会当开门，所以今年过年病院甲诊所开门看病人的比例会比英国较侪。最近寒流来袭，气温降，不少人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诊所挂号台出现排队看病人。今天感觉就是说头非常痛，然后感冒、咳嗽，主要可能感冒吧。因为今年春节假期有9日，根据卫福部有告，春节急诊就医人次是平日1.5至1.7倍。为着确保民众医疗照护需求，健保署到26亿，奖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开诊。根据统计，为落每到初3，病院端开诊率达到60%，比往年平均提升12至26%。初5休假进前，更加是增加到7%6%，诊所开诊率也增加到4%5%。另外，社区药局春节每日开诊率大约3至6%，也比去年增加1至2%。
除了初一、初二休诊，其他的时间都有看诊，包括一些小的感冒，甚至于一般的流感啊，一些小的肠胃发炎啊，吃坏肚子的，或者甚至于小的伤口、外伤的，都可以来我们诊所就医。根据疾管署监测显示，国内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医达到11万人次。附近的南韩甲日本最近流感疫情升悬，韩国以米型流感较侪，日本是 A 型甲米型共同流行，提醒民众出国旅游上好先做流感疫苗。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或者我们邻近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是流感都是活动的地方，还是要注意流感的讯息。另外，春节期间也要防范落下疫情。顶礼拜国内落下门急诊就医都有14万外人次，主要以落病毒为主。发生地点以餐饮业甲旅馆业上侪。疾管署提醒，小可行村的时千万唔通接触，也是人野生动物，因为去年到今年1月已经有11件德国猫确诊感染小肝病，小肝病毒会经过感染动物的喙烂，透过咬伤家伤的空气进入人体，若无及时治疗，发病了后致死率约100%。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